今次翻嚟真係唔後悔啊？唔後悔，之前已經浪費咗好多時間，而家有咩困難都難我唔到㗎啦。但係你個病，佢已經成為咗我嘅一部分，但佢唔係我認輸嘅理由。下個禮拜香港隊選拔賽會唔會去啊？會，因為我要話俾全世界人知，就算有白色病，都可以打出一套最有力、最有鬥志嘅拳。做得好。恭喜你！夢想從來唔會因為唔完美而消失，只要敢去追，就一定摸到。以後我要着住道袍，代表香港去比賽，俾更加多人知道，有白色病都可以成為出色嘅空手道運動員。首先，我哋了解到白食分為截斷性同埋非截斷性兩種，但係我哋仍然都可以有以下嘅方法去改善嘅。保護我哋嘅皮膚，經常使用防曬產品，減低曬傷嘅機會，同埋我哋個皮膚創傷，咁樣就可以減低新嘅白斑嘅出現，同埋現有白斑擴大嘅風險。維持均衡嘅飲食，確保有足夠嘅營養，尤其係鋅、銅、維生素 B12呢啲嘅營養素對皮膚嘅健康尤其重要。如果確診咗白食，我哋應該要定時檢查，追蹤病情嘅變化，及時調整治療嘅方案。